各位星爷，老实点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不是，你们这带走。你上周是不是修了一辆军车？怎么可能？军车不可能送到我这儿来啊！军官说他的零件被偷了。哼，老张呢？来到，怎么着？上次打输了不服气？我就是带走。走，快点，快去找黑强！是你呀，又见面了。你是？上个月球场上有我一份儿。哦，抱歉，可能你躺地上比较早，没注意。你还敢嚣张？什么事儿啊？就把我押过来了？你偷了零件儿！别跟老子说偷零件，想干嘛直接开口。你当过兵？是。为什么活到现在？可能命好吧。贺江跟你是同党，你在鬼扯什么？不配合你会死。你以为你们是警察呀？受过专业训练吗？真不配合？你要拿出合法的警察证，我配合；拿不出来，抱歉。有人颗粒证件，就是一切的合法证件。有人即法律。现在我在你们手里，你们说什么是法律，什么就是呗。你现在活得不好吧？我现在很自在哦。你，我就说这种东邦流民没什么跟他们好说的。怎么着？杀了我？滚去！哎，我问一下哈，你们这么乱来，是按程序办的事儿呢，还是说随便一拍脑袋决定的？不瞒你说，一拍脑袋，我还真就可以把你关着，而且有你好受的。唉。